他几十块他妈这个饺子，那不是来螃蟹那边送的，这很正不？这飞机，关哥，他南山人的经历过带过的的，什么人鸟个新鲜，什么人？他什么呢？什么人3、7百来个这是路了。南山人光哥，俺多给估计，要光哥南山人，他其他我手里边我工作。这估计这，南山人光哥，啥做连上啊？我的南山人光哥，这做不起啊做。来，南山人。我的光哥，你什么人光哥？你什么人啥呀？光哥。这，我知道他光哥谁不举了嘛三个，他的经历的那不的美国人行不行吧？下到项目中我心里面多，谁不举了嘛三公布了，谁不举了嘛三，都不举了，抓不去了，抓不去了，谁不举了嘛三呢？掏起。给假装送多过来，假装送多过来，在这。啊就，假装送多过来。他可能晓得这，那打成给的谁呢？我这那么久我把皮药了呢，那么就拿落药。我这那哪能学去啊？那哪这样的他这边的？他好像跟在不把那什么时候了？说拿的没就啷成个这个。我这下面，看啥是他年那的抽没有嘛的呗？你瞧个人不是他这个是他呢？托个人呗。哦，他什么的感觉现在的你有着？哟，那我小路上见面着，差不多。我到你动作见着去做。我是了，我那我去头有了，你也不学了，擦多去了。我这里知道。洪总，你到什么时候再做过去？很多项目去。Nice。抖音。